噼里啪啦，匆匆跳跳又来了。亚伯来到台南市，在亚视的节目当中安排了众多精彩的表演内容呢。亚伯啊，邀请到幼儿园的小朋友为大家带来千优百的歌舞表演，看到小朋友听着音乐，同啊跳啊跳的，係唔係當地人食啊？除咗呀，杭州的選手合唱團帶來嘅客家世界。接下來，我就叫下來選手也了帶來嘅演出咯。踢足喺上場嘅係幼兒園嘅小朋友，為大家我帶來千優百列嘅客家莊歌舞表演。稍等，我就叫下來看下了。世界，快乐世界。
从第4个4拍那边开始哈，4、2、3、4、1、2，手像太阳的天空，风落发水果挂在空中。好，那我们再一次哈，我们再练习一下前面这段哦哈，一样从第4个4拍开始，4、2、3、4、1、2，手像太阳的天空，风落发水果挂在空中。希望这世界多姿多彩多情。你今本你表演的是客家世界，是和大合唱，所以我们就由我们玉文国小的小朋友共下来唱亚述歌曲。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梦提，她为我们唱了特别的大声，特别多句。我们这首歌曲在练习，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歌曲我们原本都是1、2、3是4拍4拍，可是这首歌很特别的是，它中间有就前奏完之后2拍就要进歌，那没有人唱的状况下，你就可以弹，妈个时间那个要开始唱，没有人知道，然后大家开始会在一片混乱中，开始啦，然后我们2个也是凑了很久才知道，大家默契我们要怎么样让梦提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进歌，这是第一个困难点的地方。那第2个困难点就是它中间副歌那边有一段那个先给后水那边，因为还有念 rap， 那就是唐姆都那个主旋律跟嗓音黑。手给充满个东西啊，糖都糖不死。那我们就把那个教室那个喇叭音响开很大声，我们想要去听到底唱什么，但是还是听到 rap 那边都听不到。然后就那老师他就进来敲门，那叫我们小声一点。那其实我们好哈嘎赢哦，这里黑个懂，就是很欢乐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小朋友很好玩，就大家看一下，嘘完之后，他感觉就不自觉就会一直笑，因为这首歌好像就有一种传达那种欢乐的心情给人家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所以其实练这首歌真的不自觉也会越唱越大声，因为心情去懂翻去安用。最辛苦的地方，应该第一个事情，他们都要不断的抄。对，那因为他们班刚好是3年生，然后7年生共哈松口，那3年生他们是从1年级、2年级才刚升上去，所以对罗马拼音熟悉度没有像他们4年级那么好。可是他们就是共哈松口给魔法突工，我只写罗马拼音，那3年级一定看不懂。可是我如果只写注音，对4年级来讲，他又不会进步。歌手来都在下1行的罗马拼音，跟1行给注音。有些比较认真的，他2行都会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上课在抄写的过程中花很多时间。可是魔法图记得一听会看到那个罗马拼音或者是注音符号，其中会记得用板央啊，用板冲啊，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。有那个参加比赛的时候就要练那个客家话。那会念给爸爸妈妈听吗？那爸爸妈妈会不会给你什么鼓励？爸爸妈妈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但是还是所以乱念都没关系。怎么样给你陪着你学习呢？就是那个刚好妈妈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懂那个客家话，然后他就请那个朋友来帮我。我觉得我在练这首歌的时候，那个最后一段。它那个节拍比较快，所以有时候会跟不上。你的那个什么“你叫他红边叫响”那句啊，都会咬错。他红边鼓响有点像在念那个绕口令一样，而且他拍子又是大，很快。我喜欢唱客家歌，因为客家歌会让我快乐。他应该唱歌会比他念客家话还要好。因为他最早念那个客家朗读的时候，他的过程中他在念，假设在念，他是一个字一个字，太嘎吼，矮黑什蒙体。可是他有这个唱歌的经验，他就会有那种旋律出来，太嘎吼，矮黑什蒙体，那种高低起伏就会出来。所以其实音乐对孩子学习语言其实也是有帮助的。學識模擬，我對成不同動作戲，用歌唱帶入教學，行靠咗啲上聲人嚟注意呢。接下來啊，就叫我來睇下其他條帶來嘅合唱表演。